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晡日嘅後生話時間，老大家咧紹介乜嘅東西咧？到有隻節目地圖吼，你從頭紹介冇強嘅東西，又要冇強嘅藝術家，冇強嘅藝術作品。今晡日就係啦，鄉親朋友咧紹介一種當獎嘅藝術作品，所以咧今晡日你就請嘅來賓係嘅對我心度我是落去係當強嘅藝術家哦，家己到底係紹介用嘅藝術咧，佢就係馬莎咧，使到來分享佢其實係呢個土壁藝術家朱邦雄博士分享教書。好，我係朱邦雄，係對面農嚟嘅。哇，先生吼，今日看起來真歡喜嘅用嘅。因為迄咩做藝術嘅關係，古所嘅面吼都小面啊樣。哦，小面。係啊，小面嘅感覺。因為有按好機會能夠將一個按高級嘅藝術啊，介紹俾大家，咁好多關係。咁多個真歡喜嘅嘛。先生係美濃人，係啊，啲美濃出生嘅，同埋出世嘅。然後在美濃開墾嘅，然後再去可能去其他嘅國家讀書，進修，去進修，然後客家人嘅肢體啊，一個一貫嘅學習嘅路程。真嘅係咁樣，就是現在家鄉哈，然後去到外地去讀書，然後老師可能完畢，就是學成歸國，或者是用一個條路，結果再回到轉到美濃來從事藝術按用嘅條路哈。所以咪要按用講嘅哈，因為呢先生哈，其實也係讀美濃做一篇懂高級嘅藝術。這邊有一個就是美濃窯，美濃窯，係創作嘅美濃窯。簡單嚟講一下，乜嘢係美濃窯？哦，美濃窯。我對開始做嘅時間啦，我很細嘅時候做一個夢想。因為過去大家了解我哋故鄉美濃嘅時間，像第一我哋美濃有半條。棉花板，自宅，從南山自宅嘅，冇錯。不過有啲東西係咧屬於一種生活嘅工藝啊，我係想咧將佢提升各個嘅境界，所以藝術上嘅為我哋美濃咧創造一個前所未有嘅高檔嘅技術嘅藝術，所以我都用陶瓷來創作一個圖片藝術，嚟過去嘅乜個美濃來殺一個美濃窯，美濃窯嘅人頭都係咁樣來嘅。古時候我早啲講吼，嘅美濃喺度美濃嘅人吼，實在係真幸福，真嘅係真幸福，因為而哋嘅美濃就按高級嘅藝術做得欣賞，做得按講。不過其實簡單講起來，一般來講，你講到陶瓷，吼講到陶土有冇灰啊？按用嘅東西，一般來講，一般嘅人都會想到係銀膏，銀膏，對不對？哈，按用嘅地方。你說到美濃，大家想嘅就係先生講嘅生活藝術、生活藝術，也好唔係講青島嘅，已經有青島嘅人喺美濃窯，唔過係有青島嘅鄉親朋友可能唔喺美濃窯嗰邊嘅特色，就像先生講嘅，哇，這個是先生老師告訴回去。離鄉過後重新發展的，因為嗰邊嘅發展按用嘅東西係真困難嘅。因為我頭擺做年長嘅時間啦，我都有一個夢想，我想去成為一個好嘅藝術家。一個藝術家呢，能夠將我嘅故鄉名，將我嘅故鄉嘅名聲啊。揚名世界啊！發揚出去，所以一個係咧，係有計劃嘅，推我嘅故鄉所做嘅一個嚟成有咗條路啊！我哋客家人講條路，每個人都有嘅創業嘅目標嘛。所以我做一個圖片藝術呢，完全係咧針對我嘅故鄉嚟發展嘅。真嘅嗬，先生再去美濃幾多年呢？哦，30年。30年，古時候先生喺美濃發展按用嘅圖片藝術也有30年咧。30年嘅時間。古時候你看，一下就得看到青島嘅相片，像按用嘅相片都係美濃窯嘅相片嘛。哦，一張相片係咧佢美濃窯嘅一個人嘅地位嘅相片。而且一隻延期嗬，嗰個青島嘅人做得去嗰邊聊啊，做得做青島嘅事情，又做得輕鬆到按用嘅藝術。尤其唔去美濃窯嘅特色，唔要幾比，當然美濃窯係咧對
闽农最有名嘅連山腳下，闽農都係山嘛，我哋都畢加山，所以闽農出嗰度博士啊，有一個最有名嘅闽農出青島嘅博士，闽農最有名嘅都出嗰度博士啊，嗬，其中有一個山啊，叫做連山，連山腳下就係闽農嘢，也係我哋闽農嘅開基白鳳，280年前我哋祖先頭一鋪踏入闽農嘅時間，就會提開基白鳳嘅入邊連山腳下嘛，所以闽農嘢都先坐落喺連山佢開基白鳳上邊，所以我哋得到我哋開基白鳳嘅皮肉啊，哦，真嘅我哋個有福氣嘅，係有故事嘅嗬，一開始啊，錄影嘅時節先生就問我講，你去過闽農去倒拜，我心講都想啊，用個什麼愛去過闽農去倒拜，其實我唔係真有機會去到。闽農去老了，可能不過吼，嗰唐嘅先生用嘅手機吼，你看連山腳下，用可以感覺到感覺到這片嘅真的是後山後水嘅感覺，空氣又很好，有冇吼？又有藝術藝術嘅作品做得來看吼，故說吼有機會聽說去闽農親欣賞了，做得冇欣賞？做得非常好呀，尤其來到闽農有嘅時間，有機會看到。該大型嘅藝術作品嘅呈現，一個係咧非常珍貴哦。我哋行到全世界各地方去，我哋一嚟嘅旅行嘅地方、觀光地方，唔都有機會看到。唯有每個國家都相同，最難看到嘅就係藝術家嘅創作嘅地方，尤其現場看到。太藝術嘅創作，一種機會太少。清少啦，因為一般來講，其實我等下會有請到欣賞嘅作品嘅相片，做得同大家來分享。因為講呢，因為欣賞你創作的，你從事嘅創作嘅係太型嘅藝術，也係哇！一講起來其實嗬，像上課咁樣嗬，一講起來有青島東西做嚟講，簡單先簡單問一下，其實欣賞做嘅是陶壁藝術，陶壁陶瓷。陶瓷做條壁行，因為我唔想佔空間啊，因為普通大家所了看到嘅共同藝術啊，係呢一種立體型嘅，一個立體型嘅藝術啊，一定要一個空間嚟看。我哋台灣過細啊，過狹窄人過多嘛，所以我都我哋客家人啊，好自強嘛咧，我做藝術嘅時間，我哋都。盡量將建築嘅壁夾下起來，我哋都夾成該度嘅空間啊！冇唔錯，冇唔錯。我嘅感覺係按樣型嗬，因為時常講嘅太型嘅藝術，一般嚟講，大家一定不會陌生，就會太型嘅藝術就像裝置藝術、裝置藝術。因為你去公園嘅時間，你唔會看到佢太粗平，有冇？有個清講嘅藝術家嘅裝置藝術、裝置藝術，你知道個哇一隻地方超有藝術嘅感覺。不過就像時常講嘅。有沒有那個牆壁嘅壁哦，輕無聊。一般來講就會油漆嘛，吼，也係我油漆疊到色片啊，疊到色片。當然有的會清講啊，吼。不過你想看啊，迄個你去到幾片嘅時間，你看到個青苔面嘅壁嘅，有冇有個老師的藝術作品跟那個壁嘅結合起來，這一進去，那個整個空間嘅感覺就冇共用嘅，只有青苔嘅變化嘅，也係一種嘅公共藝術、共享藝術。所以老師，我可以按用講冇，公共藝術、共享藝術其實係講嘅，文化、人文，對不對？人文、文化，還有當時結合生活的這個共同，將它變成一種那樣的一個公共藝術的創作。你看老師這樣按用看眼嘅，有些建築愛講愛講嘅唔錯嘅。講到清楚，但我哋一般對看公共藝術啊，我哋係呢一個剎那之間一下為一時間嘅思考嘅問題，實際上呢，我哋尤其像我哋台灣。我哋基本嚟講，我哋台灣能夠比中國大陸藝術嘅雖然有錢，以全世界資源亦都已經有各方面條件幾好，仲係我哋台灣一直有非常好嘅一個我哋講軟實力啊！軟實力，軟實力。我哋台灣一個幾十年來，我哋所累積起來嘅軟實力啊，我哋一個台灣幾珍貴嘅。所以，你見假使講有機會看到我哋嘅一個共享藝術嘅時間，
我哋因為一個長度成發嘅長度無相同啊，我哋嘅人為嘅水準無相同，所以我哋看嘅時間我要經過嘅層次來看共同藝術，唔係睇冇看到正唔正哦，我哋，所以圖片藝術係簡單講就講啊，而能夠表現出嚟講啊，一個地方嘅人文嘅水準有一個嘅，而面咧圖片係一種非常高難度嘅藝術，而唔係像普通嘅銅鐵鐵，也係其他嘅東西，嗬，而係咧非常高難度嘅，等下嗱講。啊，哎呦，當先生講到暗度吼，可能鄉親朋友喺啲想講，到底用嘅係圖片藝術哦。做啲先看一種欣賞嘅相片，先看一種吼，不要因為一直在賣關子有冇？先看一種吼，到底乜嘢係太型嘅藝術吼？欣賞根本有青島嘅相片吼，那種而咪吼，跟冇看過跟你會知道講，你啲講乜嘢哈？乜嘢係跟這個牆壁結合的？你看亞洲係欣賞亞種相片就係，用就係圖片藝術，哈。一種唱片都係咧做喺條高雄嘅機場嗬，一個機場啊，quite難得咯。一個乜嘅意思呢？一個係咧按照文化交流，當時係咧長榮航空啊而建出嚟嘅，一個都做喺條高雄嘅機場。唔似依過一個海關以後，出來一個兩邊太堂嘅時間，人家朋友親人喺講嘅時間，你就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看到一個。其實佢係青苔哦。那個很大青苔，有9公尺、3公尺嘅，一對我作品嚟講也算細嘅哦，算細嘅，也可以算一個袖珍型嘅。對，這還算袖珍啊，哎呦，袖珍啊，這個袖珍的，型嘅哦，會細型。唔講你，我會知道清髒掉嘅感覺就係嗬，其實嗬講暗度嗬，大家看到嘅相片嗬，對欣賞嚟講係細型嘅，唔過嗬對我嚟講嗬，我會知道講暗用嘅感覺清好。你想看看啊，在機場什麼？機場啊，你行一去嘅時間吼，不管是國內嘅朋友也好，國外嘅朋友也好，你一進到一個空間嘅時間，你就都會看到，哇哦，一下就有一種震撼的感覺，有冇？所以睇下你迎接一個外國人嘅朋友嘅時間，一踏入一個台灣嘅北門嘅時間啦，家人都可以將佢間而向下攝一張相片，大家都用一個圖片嚟做背景啦，所以一個人咧能夠表示。天然都本一個來自外國嘅人，看到一個地方嘅人文有一層嘅，冇錯。一個地方嘅藝術嘅層次有一個嘅，冇錯。而邊個人天下所拿出嚟本外國人看嘅藝術，係咧對藝術嘅領域地位，而係咧最高檔嘅。欣賞講講就是一種，也係一種愛情難用言辭去解釋的一種感覺吼，因為吼，你想看看啊，嘅聘人來到你嘅國家也好，啊，也係你設計嘅人，你一開始看到嘅空間有暗用嘅藝術作品，也係幾片嘅神法嘅水準，幾片嘅人文嘅藝術氣質，按到嘅形容詞都做得用吼。你個鄉親朋友吼，基本嘅真心當歡迎做得繞牆度主教書來到，你個節目地圖同大家來紹介幾個藝術嘅作品，其實還有當多嘅作品要紹介俾大家知哦。所以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吼，先聊下、飲下茶，準備好咧，等下來看還有乜嘅當好嘅藝術作品。
今晡日東分二就得繞牆到主教書裏度節目地圖，然後大家來小解幾解土壁藝術啊，今晡日吼嘅所以同節目有看到嘅幾重嘅大型嘅藝術，唔過先生講，那還不是很大型嘅，係很唔係輕大型嘅，即係故說吼亞通節目吼，就得同鄉親朋友好好來分享一下先生有青島嘅作品吼，像喺今晡日先生有帶一本安樣嘅書吼，將一本書就會先生嘅作品集啊，就得按講，那個是隨手伴手隨手的嘅。我知道，因為個作品集吼，鐵道嘅吼，哎呦，我按精裝本，按盤咁做地吼，也係破破嘅，一啲都就有青島吼欣賞嘅藝術品吼，先來看一張好了，先有看亞總吼，亞總相片吼，這個為什麼要特別挑這一張？因為呢，亞總吼，可以看到有一個人。站在那兒，有看到一個人有冇？也都挨企一團嘅咧，都可以表示一個人間作品嘅比例。真嘅，看到亞總嘅相片就做得，你看這個超大，因為一個作品啊，一個作品啊，挨做嘢時間啊，挨用80公噸。哦，你知道80公噸有一台呀？普通一個藝術家用哪去雕塑一個作品啊，用1公噸、2公噸都輕了不起了，我用80公噸。所以老師，這個要青島跟你一起大兵一起結合，當然，要做一個東西是啊，我有嗰度粗數，一個係煉奶、板奶嗰個東西哈，但是無論如何，雖然用硬度嘅人來聽數，仲要按睇個作品啊，畢竟係你嘅關於奶嘅東西，而唔當聽雕塑呢，個一樣係去粉乾，嚇，一樣係去上釉，一樣係去呢邊手窯，我將一個作品嘅手窯嘅胎窯同手窯86窯喎。哇哦！光係一個這個作品，一個作品做1年啊！哦，一個作品做1年。做1年。哇哦，按到嘅人向他做一個10個人，要做1年。1年嘅時間。係，要做1年。唔過按我嘅工廠係請很好的一個工廠啊。哦，當然。因為係一個創作嘅工廠，你想看啊，嘅藝術家就係佢沉浸喺呢段嘅時間，要按到嘅人做啲交流，做啲分享，然後1年過後看到按大型嘅藝術作品呈現俾大家嘅時間，按我嘅感覺吼，心情係真激動哦。對，有一個更重要嘅一個緣起的因子啊。做咩講啊？我哋一生人有機會能夠做一種藝術啊，可能係咧上天對我哋特別厚愛啦。所以我哋當有機會做時嘅，我哋讓佢去做安泰嘅藝術，來推流傳俾我哋台灣嘅子子孫孫，也是最重要。所以我哋做一個作品嘅時節，我哋所面對嘅更長嘢。因為做得，因為有人講按樣嘅作品吼，佢唔係短暫的，佢係永遠的，永遠流傳下來嘅。尤其吼，你做得本青島嘅人看，因為吼有一種嘅藝術，我講我嘅淺見啦，因為我也唔係青島嘅藝術欣賞者，因為我也會知道講有一些藝術作品吼，很喜歡有青島嘅人，他喜歡收藏、收藏，嗰種佢會帶轉去畫下，變得畫下。設架來選送也好啊，收藏也好，唔過因為佢係大型嘅共享藝術，其實而係本青島流動嘅人做嚟看得到。錯，佢說佢做啲影響嘅人係更加多。錯嗱，因為歸內行啊，歸內行，我要看書啦，我要看書先生。一般嘅人嘅藝術啊，我哋所了嘅都一般油畫、水彩嘅藝術嚇。一個我哋最多都推一個展覽費嘅時間，一個藝術家做展覽費嘅時間，看下條嘅你搞不到有一個欣賞嘅意願，有收藏嘅意願，唔可以買起來。如果買起來以後呢，都一般人都看起嘅，差唔看得到，偏人看唔到。冇錯，做藝術家嘅創作，一下都本收藏起來。對藝術家嘅都看，一般人都看起嘅，相對啲房間以外，冇人講得到。冇錯，做個一個共享藝術，冇用到。共享藝術做嘅時節啦，讓人呢，而基本上而做出嘅東西，係呢每日嘅體驗，
一個地方嘅一個人頭，一個人文嘅環境背景，一個文化背景，以美嚟創作咧，創作出嚟以後呢，而一個東西啊，係一個源遠流長，冇錯，而可以經過無數年嘅歲月咯，所以亞種嘅我哋嘅藝術呢，所能夠陳述嘅一種挑戰性也好大，個對人民嘅影響，對公民一般居民嘅影響也非常非常之大。呀，冇錯哦，故說為什麼做埋講佢係公共藝術、共享藝術嘅人也係啲呀？也係睇入邊。真係你講你看有青島嘅畫作，有冇以前嘅？名人名人留下來嘅有千幾，唔講你做得去買也好，你去拍賣會買也好，你去書叢也好，那你就變成自家嘅寶貝嗬。唔講呢，公共藝術、共享藝術、大型嘅藝術，佢係結合人文藝術、神法、社會、青島嘅藝術表現下，就像時常講嘅，佢影響的是一代永遠的流傳傳承下去哦。嘅感覺就會按樣嘅，就用解下吼，時常講法嘅時間，有青島嘅相片同大家來分享。其中有一種時常有講，喺淡江大學，什麼？灘港太后的一個很大型嘅一個陶藝術，就係亞洲。你看亞係整個淡江大學的這個，有7層樓高。哇哦！一個工科大樓哈，當時啊，一個人嘅創辦人啊，莊家王先生啊。而來前嚟，而對一個人嘅交通部下來嘅時間啦，而都講啊，我肥進學校以後呢，我最大嘅願望啊，就係去將我淡江大學帶上國際同世界嘅一流嘅學府呢，來結合，我哋仲係體館去表現到個我嘅學校。千有人文嘅氣氛，一個學校裏邊教師講啊，不能夠彰顯出人文嘅氣氛嘅時間，參與學術無幾好嘅藝術文化嘅嗰種表現嘅表現嘅時間呢，也咁樣可以睇嘅實惠啊。當然係按樣嘅，對青島嘅學生來講，而家學校係講有按樣嘅藝術，其實也係對學生來講，做嚟講係間接的、潛移默化的、間接的、慢慢的教育佢哋按樣嘅藝術嘅存在，也係講對佢哋來講，也係一種藝術欣賞嘅體驗。要真係清楚。唔單止係按樣，還有一種相片嗬，家下有看到，就係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嘅青態嘅，有冇亞種相片真係係不得了。有亞種嘅我去解啊，青中醫亞種嗬，因為亞種係。經常在台北市立體育學院，也係啲學校嘛，就是南京東路的羽球館啊，有個作品呢超越巔峰哈，其實有個作品唔看一個形啊，表現嘅係乜嘅呢？表現嘅係呢，唔看個圖形啊，都表現。以前讀民農中學嘅時間啦，我哋幾個人台啊，我哋對上下睇下都可以酷，我哋學校地方呢，我哋冇乜嘅運動嘅器材，我哋撐打排球，我哋民農人啊，我哋民農改到排球嘅人才啊，因為我哋除了排球以外都冇別嘅東西好教嘅，所以我哋不時呢上課打排球，我哋下課嘅時間，我哋行一對田球巷，行一對河巴繩，我哋樹巷帶嘅一個排球，就可以接過起來，大家跳起來嚟殺球，一個係呢，我哋一出都係我哋唔看我嘅徒弟輩表現嘅都，大家跳起來，個發球，冇看嗰個發球呢，嘅發球彈簧有嘅該唱流煙嘅現場嘅乜嘅故事呢，我哋都表現過啊，一係呢，我哋心目中未來嘅願望啊，冇錯，就像先生講嘅啊，你看一係一幾年嘅打排球，幾多年大家跳起來打排球，這邊但係日嘅乜嘅呢，日嘅都表示係呢，我哋未來人生嘅境界。人生嘅境界該困難啊！我哋總係雖然大將要面對我哋未來人生嘅境界，總係我哋心目中有我哋嘅目標，有咗我哋客家人嘅展示，我哋客家人嘅
向上的一个力量。古时候很多鸦片做的看到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看到安陽嘅睇完嘅作品韓國語嘅世界，個新港條其實會希講你做得了解安陽藝術嘅背後嘅故事，後背故事嘅人就會覺得很激動，就會知道哇，這中間有很大青苔一個夢想在裡面還有對未來嘅一種童年。一個後生嘅夢想。後生嘅夢想，真嘅係古時候很適合在這個體院。體育學院底度，唔過我看到係青苔型嘅安陽嘅創作，老師你安陽嘅靈感嘅來源，每次訪問藝術家聽出問安陽嘅問題，請問一下你嘅靈感嘅來源，大家有講到嘛？其實你小時候的神發經驗就是你的靈感來源，因為你很多嘅田水有嘛，河巴水有嘛，大橋啊、細橋嘅你嘅靈感，古松老師你按到嘅藝術嘅作品。你嘅靈感嘅來源，係講到靈感嘅來源咧，而家係咧也係藝團去協兩岸啊，有啲國際國際學點嘅演講嘅時節啦，做學術講座嘅時節，係不時會講到嘅一個最重要嘅課程。而家靈感嘅來源咧，因為我哋睇到全世界嘅我哋嘅大學地位，我哋睇教育就。學習藝術設計創作嘅課程地位啊，我哋最難教嘅、最冇辦法去表達嘅，就係個心靈智慧嘅養成。我哋都講個靈感嘅養成。實際上有個東西講嘢係複雜，仲係簡單可以嚟講。就講啊，我哋嘅生活人生嘅過程地位啊，然後愛時時刻刻嘅愛充實自家嘅人文素養嘅養成。人文素養包含乜嘅東西呢？就係人家文學愛該學，而不是愛讀書嚇，愛讀書。天意嘅人家嘅歷史嘅長度愛該學。因為我哋加從人類所祖先幾千年韓國嘅歷史文化呢，係咧最好嘅家鄉嘛嚇。個人家嘅哲學嘅長度。該從事個人嘅藝術嘅修養，去兼顧。更重要嘅一件事情就講啊，我哋如何用該優美嘅、很細膩的一種生活態度來過我哋嘅生活，也能容易養成也人文嘅素養嘅聚集啊。談嘅高速講法有如沐春風嘅感覺即係親像啲大學地度送嘅藝術欣賞嘅課程知道清歡喜其實簡單講起來經常講嘅冇唔錯我係藝術家我希望我做啲培養我欣賞藝術嘅能力。簡單講起來，其實經常講嘅就係你要有文學、有歷史也係藝術嘅哲學一定的認識，按樣嘅加上咧，你自家生活經驗嘅累積，你聽出會有深度嘅感受。迄個有按樣嘅能力，將按樣嘅東西咧結合起來咧，用較優美嘅方式表達出來，按樣就係靈感的來源。錯冇先生？錯嗬！已經然啦，即係講啊，唔得將自家表啊改養，改養法嘅客家人講嘅，心中地位而不是有真善美嘅種想法，所以有一種精神嘅態度嘅時間。改到事情想法嘅時間，人家嘅頭腦我改前腦，真勁係前腦，然後吃也會有智慧，吃也會有智慧，吃也會有感覺。不過還有乜嘅細故事，就對เรา大家來分享聊下，等下陣來。看欣賞嘅作品心情會改好，因為這種有一種浩瀚嘅感覺有冇？唔會，就是這種心靈上的感覺會冇強用不過其實嘅欣賞高叔今晡日帶來嘅作品唔係就給2種、3種聽聽還有一種係
高雄捷运嘅係冇，係高雄捷運嘅作品，也就是以物如意，揭幕就是用以來來展開高雄的捷運序幕。這係一座青苔型的作品，有4層樓高，3層樓闊，青苔暗苔，青苔。古時候也嚇去嘅高雄坐嘅捷運嘅人都挺幸福啊！都一看高雄捷運有4個國際的作品是非常好的，像而家那個美麗島站的，就是有外國人嘅啦，個送嘅那個高雄小港機行也係，仲係一個作品呢，係呢對橋頭站，橋頭站。老師，像這個作品佢嘅表現嘅意思係乜意思哈？OK。因為當時一個高雄捷運嘅時間呢，而呢非常嘅對全世界200個國家地方先4個藝術家來為高雄捷運來做，所以一個4個藝術家地方，國際藝術家地方有3個係外國人，差外1個係本土嘅，所以呢高雄捷運希望係做土地嘅故事。一種一個共同藝術係咧表現土地嘅故事，所以而家做我哋委託嚟做，就講希望朱博士係委託唔做嘅土地嘅故事，中間呢冇其他嘅花哦，我然後我之間呢開始到讀書啊，我去尋資料，所以我花2年嘅時間呢，我都去嘉南平原，我不停嘅遊走。我一來去探訪，一來去熟悉資料，去拜訪幾多菜地嘅幾多莊稼。我哋一天愛對一個歷史文化嘅背景，所以我都了解對1991年日本佔領台灣嘅第一年開始呢，亦都對台灣設立第嘅一個糖廠。一個糖廠當時對台灣嚟講係一個現代化嘅一個工廠。因為按現代化、按大型嘅台灣嘅第一個工廠設立嘅時間，以相同帶動許多嘅小型嘅工業，所以唔單止係呢，因為做糖廠變成以愛開始去輔助一個農民來種甘蔗，嗰唔一來係全南一個嘉南平原、屏東平原一個安泰嘅地方種甘蔗嘅時間，一天愛有嘅一個鐵路嘅運送。所以一個工廠嘅成立，而帶動全台灣嘅經濟文化嘅成發，睇下有鐵路啊，又可以通行嘅嗬。所以像我哋美濃有個有名嘅文學家鍾理和先生，咱可以帶廿個朋友坐小火車咧，在維泰路啊，係咪？一個無形之中又變成一個文學嘅地位嘅一個故事，所以一個新工業嘅設立嘅時間，將台灣嘅整個嘅環境帶向另外一片天，就是我做所以都面對一個我哋很重要嘅，我都起名很多天工開物，天工開物，一個我哋是想嘅時間，係我哋想，仲係我哋。想歸想，總係我哋對藝術設計嘅時間，按樣嚟出書，按樣嚟將我哋攞件地位嘅一個資料嘅一個熟悉，然後按樣嚟展現出來，攞佢具體化，展現出來。對，我先對一個圖像我嚟表現出來，嚇，都發一個天工開物，係咩人嚟做嘅咧？大家都面到天工開物，我哋要乜嘅？可以對文史上圖面上，我都忽然間面到《西遊記》啊，《西遊記》地方沒有一個神武功啊，孫悟空啊，而能夠筋斗雲比較到天當空，跟一到天兵天將大戰嘅時間，讓我哋嘅人物之間的變換，整個天上嘅氣象都鬧翻嚟嘅咧，我都將我哋韓式嘅。特殊嘅對文學方面嘅一方面嘅，都轉變啦，對人嘅圖像然後我哋嘅經過一個世紀地位，我哋
人類不斷嘅在進步嘅時間，一就工業帶俾人哋嘅做人哋嘅會嘅損失、喪失改變嘅。按樣城市的改變。故事欣賞其實分享嘅唔單止係故事聽聽哦，其實係欣賞一個創作嘅理場，真的一種心靈嘅也好，思想也好，這個從一開始嘅發想到具體化嘅構場，故事吼也係心靈啊跟創作嘅構場，其實實際製作嘅構場吼係真辛苦嘅，真辛苦，真辛苦。有乜嚟講嘅係咧？爭花哦，個花然後咯，因為要4層樓、3層樓安排，一個前台嘅東西啊，我要盤嘅呢，要50盤安盤啊，咁所以啊，整個嚟講係呢個非常困難嘅，變成唔可以說出來，你看那個土地吧，那個土地吧，跟還那個雕塑呢，那雕塑有80公噸啊，哇，好，個雕塑你看50公噸安盤，唔免看那是。整體嘅雕塑以後，要做時要切做一塊一塊，50公分按盤嘅時間，想象一下，用乜嘅東西可以切？唔參美教師嘅東西，乜講用奶做啊、雜布啊，用做豆腐嚟做嘅切唔可以哦。古時用乜嘅切呢？用乜嘅來？用乜嘅東西切開來？一個都要用工業工廠必備嘅，我哋講字具的設計，我哋要貼配每一種東西來設計一種切度來切意，所以我哋個簡單都講啊，一個圖表藝術啊，而冇咁簡單，唔係參藝術創作呢，而係我要工業工廠嘅藝術同工學嘅結合，所以也都好難嘅，我以為係要幾難嘅，而邊用嘅接咗落去本嚟嘅技法都講啊，我冇嘅眼睇嘅作品，唔可以換一朵油，人家油到邋遢嘅，唔可以換一朵油嚟燒啊，我換80秒嚟燒啊，80秒嚟燒，80秒啊，哦嘅，我係有一點哦，更重要，唔要佢哋聽你哋本嚟啊，跟住成個過程點樣要燒快嘅冇呢？有冇？冇，冇，一塊都不能賣。我想講當然有啊。不，一塊都不能賣。嗰個難條件燒滿危機化。安排一個4層樓、3層樓安盤嘅作品以外，唔用去上油呢？我哋去花油花嘅時間啦，唔可以藝術家企下哋嘅百年人嘅花哦，一個強鬆啊嗬。我咩呢？我企下嘅那個一個馬橋嘅地方，用太別。用嗰度用那個奶漿，又要係啲奶漿啊，嚇，個磨石嘅石看唔出乜嘅石呢，所以唔用去雙日嘅腰啊，一係呢就非常高難度嘅，所以做圖表一個圖表藝術得之不易啊。非常嘅冇簡單吼，因為佢唔係細細嘅作品哦，佢做得非常因為佢又大又高又盤，所以總歸真難。中國睇到嘅金德鎮啊、佛山、唐山一度睇嘅陶瓷嘅名聲，而呢看到我嘅作品嘅時節，撐油頭嘅歡樂。哦，真嘅。嗰種感情欣賞吼，清好嘅國民外交吼，佢用按好嘅體型嘅藝術本大家來啲吼。唔過其實欣賞唔係是清體型嘅藝術聽聽哦，你想看按體型嘅藝術哦，你要去到共享嘅。地方上看得到，你想看啊？迄個真景吼，佢木下上啊，樹叢還係做得咧，還係有機會嘅。還有機會嘅，因為一個陶瓷啊，因為陶瓷陶一個陶器啊，陶器啊，好像一陶跟瓷冇相同嚇。一個陶器經過高溫燒結以後呢，以為有個物理現象啊，一個物理現象係乜嘅呢？以為解析遠紅外線。我解釋一個遠紅外線出來哈，遠紅外線也會釋放負離子，有一個負離子，負離子就係人講嘅能量，所以陸下呢最好呢來拜抗日嘅高級嘅高溫嘅陶瓷，係呢有能量。哇！唔單止做啲看獎吼，還像欣賞講係有能量。剛才相片就有看到吼，其實喺啲木下較細型嘅，細型嘅就也就喺啲木下較細型嘅。都係呢一個作品嚇，係呢一個高雄美術館身邊嘅一個
泰勒底杯嘅，一個作品就宏圖大展啦，哦，啊，有種愛用是較細型嘅，係一個較細型嗬，這樣，係有種壓較細型，一個嗬，一個作品佢特殊咧，一個係廿二創世紀嘅時節，係喺利用人哋客家人嘅唱曲嘅風采，如果係米拜國和嘅時節咧，係愛唱曲，愛唱曲嚇，對個那個和談西國嘅時節啦，西係西走以後，愛入胎嘅時節咧，愛唱曲，愛嗰度嗰你嘅耳嗰度愛唱腔啊嚟嘅嗬，所以我都利用嗰個風采嚟做一個初型嘅設計，我都係延伸到鼓舞，而且我們的人生，很高欣賞嘅顏色吼，清大暗，就是很鮮豔嘅感覺，而且很強烈，有鼓舞嘅感受，而且讓你看起來時間啦，哈，那是有一股能量啊，那個無窮嘅能量一直發出來啊，我呀哈要吃到我清有能量嘅，因為真的有鼓舞的感覺，因為佢嘅顏色。很亮麗，哈，清很亮麗。我一個手一個清不容易呢，那個呢頭到尾規則喺度寫好，模塊版式啊，係用手做嘅東西要做模塊版式，你按改，因為我哋做過程嘅地方呀，那個時間有世俗嘅時間，後邊感覺唔出來。嗰種嘅呢，而我見過嘅搖嘅地杯，按過溫1280度按過溫地杯小成嘅時間，我完全唔會憋，唔會裂，唔會有空，唔會有坑。好難咧，真勁嘅按容易。唔過我像先生講嘅吼，其實也係較細型嘅藝術作品。唔過唔單止係按容易哦，還做得鄰家必有。希望個地方呢了一下，等下再轉來大嘴鼓。剛才看到嘅係較細型嘅作品吼，老師你說鼓舞嘅作品，現在也下啲米農有嘅咖啡糖，有青島人上嘅書蟲吼。哦，有。唔講你冇愛嗬？冇愛。你冇愛 ，KT 冇愛。冇愛標，有個作品冇愛標。我因為我也借它來鼓舞我自己。啊，錯，故說從鎮山之寶嘅感覺有嘛嗬，做唔得。不可以放手的意思哈，還有一種較細型的，你嗰個顏色就冇像鼓舞，就會那種那種特別有意思啊！那種意思係乜嘅呢？我起個名啊，叫做弦樂之美。因為我曾經對我係呢台北國父紀念館嘅我那個展覽嘅審核委員。我睇國父紀念館嘅時間，我發現有一個事情，因為國父紀念館有一個舞蹈團體，叫做弦樂之美，係咧有一群有殘障的婦女，彈一隻書、彈一隻腳嘅這些婦女朋友呢，而呢係咧集中起來做一個舞蹈團。唔像嘅，從一個講嘅什麼嘢，彈起一隻書，也係彈起一隻腳。你想，幾多人會邊個條路行唔敢出來面對沙飛啊？會有自卑感。仲有呢，而呢沒有，而呢非但冇呢，而呢還組織一個舞蹈團，用他們殘缺的肢體來跳出很動人的舞蹈，而呢去各個弱勢團體，去各個地方去表演。我覺得這種精神了不起，真的，所以我就為他們做。哇，我這個作品是為他們做的，所以我取的名字什麼呢？弦樂之美。你欣賞呀作品呀啲哪邊哦？這個作品也是在美濃窯。呀，行嘅啲美濃窯。你還可以看到這個作品。古時候其實用講起來，迄個吼，大家呀下上嘅親眼看到欣賞嘅作品哦，還有一個親好嘅地方，就會一開始有講到嘅美濃窯、米濃窯做啲戲機片。去米農窯做得看到欣賞嘅作品吼，唔單止係按容型哦，做得鄰家比哦。欣賞講米農窯嘅家比嘅親好嘅，對，有個俺那個咖啡杯啊，哦，這個非常好。對，因為咖啡杯也是自己窯燒的，當然啦，當然。你看老師，真有痴心哎哦。比如說老師，這個米農窯係
也個都面農有個咖啡糖嘅一角啊，可以看到環境改好，我哋整個美濃窯嘅咖啡廳的內庭呢，都是負離子哦。啊，像呀，那個環境非常之好，也個也係哈，也個也係面農窯咖啡糖嘅內行。欣賞講都係負離子，告訴講都係負離子嘅意思，就會講許多幾片呢看到暗好嘅風景吼，做啲零咖啡其實有靜態嘅能量。都空氣非常好，那個空氣哈，那個冇一些的污染，這整個大環境那個負離子都有1200。這也是嗎？也係，就是咖啡廳前面，對咖啡糖嘅頭前。嗰種許多幾片吼，唔單槍嘅環境暗好吼，嘅咖啡好零以外，其實做啲幾片動手 DIY 係嘛？可以哦，你可以指教一下，你看到嘅東西做完，指教一下，好多人都看到都素養，係嘛？佢是都咩都素養嘅，想去做一下素養嘅係啊，素都養啊，嘅做個一個地方係咪幫人哋教一下嘅，做得。然後有好多人他都講啊，要這邊有大藝術家在那邊工作的地方，也讓我們玩一玩啦。佢說有考場，有考場。有個考場。呢度幾片做啲可以報名。DIY，可以DIY 嘅東西嘅畢業做啲設計。可以帶過來。做啲好嘢，我哋可以基本一下。因為欣賞 ID 哦，其實因為欣賞嘅開創也好，按重新嘅發展吼，其實都也下唔單止有欣賞較大型嘅藝術嘅作品，當然像欣賞講嘅許多幾片零咖啡啊，感受一下嘅藝術嘅氣氛啊，輕鬆要嘅做啲自己玩動手做。老師是不是還有做一個拆細型像禮品的東西？有，我哋叫做伴手禮啊。希望有愛用嘅東西吼。美濃窯最有名嘅係美濃窯的茶具啦，美濃窯的蛋杯啊，美濃窯的碗啊，哎呀，那個碗精絕。做得刻一家嘅名誒。做得。你講兒童嘅男朋友，也係女朋友去嘅時節吼，你做得做一個對比嘅。也做得。哦，你刻一家嘅名啊，然後嘅男朋友嘅名還要做得帶轉去做紀念品。對，我哋嗰度台灣嘅學子團我一個求學嘅時間，然後我想用帶我哋台灣嘅最好東西嚟送俾一個志頭高書呢，然後不時都會買美濃窯嘅。欣賞真嘅係按用係清好嘅紀念品咧，因為你也唔知我送乜嘅東西嘅時節，按用嘅東西做得表示美濃嘅特色，唔單止又實用、輕實用，因為佢哋拿到嘅時節出嚟知道個按獎，唔過佢還做得用，按用嘅東西就最實用了。唔過欣賞，唐欣賞按講佢欣賞感覺很有。我根本日訪問欣賞，我嘅感受係吃到欣賞很有能量嘅感覺吼，輕笑面吼，輕歡喜。不過其實欣賞係輕無限嘅，因為欣賞有真多嘅藝術品愛做，欣賞有真多嘅課程愛去上課，還有真多嘅交流啊，同事嘅人來分享。我所講嘅問題就係欣賞有想過傳承啊用嘅問題。哦，講到傳承哈，當然我哋創作一個圖片公眾藝術啊，也個極不容易，所以我一個傳承呢，目前呢，我嘅生意呢有加速嘅嚟。有係，不過實際上美濃窯也個30年來，佢一個美濃啊，我哋將個名聲傳得可以廣，我哋。嗰度台灣嘅後生咧，許多美濃窯也去參觀過，然後即個也聽咧美濃一個美濃窯嘅一個足跡咧，來發展佢哋即個嘅藝術。我相信嗰度台灣嘅年輕一批嘅一個藝術家，受美濃窯嘅影響也係真多。所以傳承嘅意義係咧該廣泛嘅，唔單止傳俾人哋看，我哋更重要嘅。傳本普天之下，有意為自家嘅事業來開創未來境界嘅學生嘅，大家想嘅自家打拼嘅，每個人都有，
都有机会。有机会。哈哈，故说其实我听先生人讲，我知道讲，其实就像先生改片，唔单像係先生一個藝術家聽聽，先生而係太藝術家，唔過當然係希望講啲美濃嘅地方嗬，慢慢，就像先生講嘅，美濃出博士，博士青島，也希望講啲改片係一隻清好嘅環境，做啲皮又行下多嘅藝術家，故說係講以嘅美濃有搞了嘅時節，唔係是一個藝術家嘅作品做得看到哦，還有青島無強嘅藝術家嘅改片。美濃自然嘅有一個那個人文嘅氣氛清高。故說其實你想看佢哋安陽嘅地方，係講做得有無強用嘅藝術家，大家咧你講始終向下啲改片做安陽嘅藝術，其實也係一種清好嘅傳承。當然，安陽嘅傳承就錯嘅，還有先生講嘅，有青島嘅後生人學生嘅，去到改片去欣賞、去學習、去感受，也係一種青春嘅傳承。就說傳承有形跟無形嘛，錯嘛？有形嘅傳承就係工藝嘛，藝術藝術嘅傳承，跟無形嘅傳承就係藝術欣賞的傳承嘛。對，因為藝術嘅東西是可以互相嘅影響。還有無緣佛界。唔單止安陽人哦，就希望嘅青島嘅鄉親朋友嗬，係講去到改片，唔單止去美濃也行了了，其實美濃有青島好高嘅地方。先生一開始有講到靈山，有冇？靈山山角美濃好山好水，歡迎大家嚟美濃了。迄個吼係唔單止係安陽人哦，唔單止去美濃了，迄個你做得你看電視吼，看到你嘅主教書吼，迄個你去到改片，還做得看到自己本尊係冇。因為吼老師本來嘅感覺吼，真的親和力親強。迄個去到改片吼，你有乜嘅問題啊？想去同嘅先生來交流嘅時間係有機會嘅。做得吼，希望先生，歡迎大家。做得吼，其實你咪啲改片連咖啡冇？有，美濃又不是就大家來食咖啡。就大家來食咖啡。我希望吼，先生一開始嘅時間冇嗌講，你去到美濃見到邊吼，我梗係要講，我講我去嘅唔係講青島邊，唔過一下吼，基本嘅意味哦，訪問先生，故說我要多一個朋友誒，我要多一個朋友，故說係講有機會有時間，做得去美濃改片行了了啊，做得去請先生啊，唔過先生最後吼，我還是想要同大家來講，其實安陽嘅藝術作品，還是希望大家做得來認識，做得來珍惜，我覺得這個是輕重要嘅。好，有沒有什麼最後要給青島嘅你嘅鄉親朋友們嘅建議冇？就係用來認識安陽嘅藝術作品。藝術嘅有個那個領域該廣泛，凡是藝術都係該好嘅東西。我希望大家看一個節目以後呢，唔單止欣賞一個圖片藝術。反正所有人世間嘅各種嘅藝術，就會出得你欣賞嘅。唔單止係安陽人哦，其實欣賞嘅世界啊，你做得用開放嘅心靈，你就會去認識，因為每一種不同的藝術佢有佢自家嘅故事，還有青島嘅藝術家佢有佢自家嘅生命嘅故事喺地度。你喺講真正去認識過後，去了解過後，你再過去看嘅世界嗰種嘅感受會冇共用。就像一開始吼，我第一個欣賞嘅圖表藝術嘅世界，我嘅感受就會知道講，哇哦！我是安陽，哇哦！唔過根本你同先生用打嘴鼓過後吼，再過去看先生嘅藝術嘅世界，嗰種嘅感受就清淡嘅冇共用。我想啊，喺個我有機會吼，去到改片吼，看到鼓舞嘅這個嘅藝術品嘅世界，我心肝都會知道我嘅人生有清淡嘅力量，也就係一種唔看，也就係一個。有冇？這是一種反省也好，反芻也好嘅人哋嘅高層得到嘅感受，也就係藝術帶俾青島人清態嘅正面嘅力量。好，係安陽講。故說吼，其實藝術就像先生講嘅，唔係只安陽聽聽哦，你做得去看畫展啊，吼，你做得去公園行了了，有青島某種嘅裝置藝術。唔過係講你去到國外。
國外也好，看到國外青島嘅藝術家佢做嘅街頭嘅街頭街路嘅藝術畫圖，都係一樣的。係講第一台灣嘅設計還係有青島，哇！台灣有青島優秀的藝術家可能係厲害係。還冇發現到有安泰嘅能量吼，希望吼基本嘅節目吼，按用下來大家做啲真見清認識，喺台灣有按到種朱教授，按用清，你講清三調嘅藝術家，係，佢說吼，基本嘢吼真見吼，清歡喜，真是當歡喜做啲繞牆到朱教授來到節目地圖，所以咧，杜兩位吼，除了希望大家做啲戲面咯，行行聊聊，最重要是師母朱教授，安子感謝你，謝謝師母先生。好，鄉親朋友先聊下，等下嚟做認同了。